一個20歲出頭嘅外國混血女官，啱啱行入紫禁城，就撞見慈禧太后喺度大發雷霆，原因竟然係因為一隻烏鴉。你可能聽過無數關於慈禧太后嘅傳聞，話佢禍國殃民，生活奢侈，但呢啲都只係冷冰冰嘅歷史書記載。今日我哋要跟隨呢位叫德齡公主嘅第一視角，去揭開歷史帷幕後面慈禧太后最真實、最瘋狂，甚至令人匪夷所思嘅私生活。呢位在位接近半個世紀，掌控住4萬萬人生死嘅老太婆，佢嘅起居飲食、心理變態同埋對權力嘅病態執着，絕對遠遠超出你嘅想象。講到慈禧嘅瘋狂生活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到佢食嘢有幾講究。歷史上記載，慈禧每餐飯都要擺足150道菜。你試想象下一張長到望唔到頭嘅餐台，擺滿咗山珍海味，普通人睇到都眼花。但德齡喺回憶錄入面寫到，呢150道菜其實大部分都只係用嚟睇嘅。慈禧每餐真正會夾嚟食嘅，可能只有靠近佢面前嗰3、4道菜，其餘嗰百幾道，好多時連筷子都未碰過。咁呢啲食唔晒嘅菜，最後去咗邊呢？除咗賞賜俾下面嘅太監、宮女之外，好多直情係直接倒掉，簡直係奢美到極點。而最誇張嘅係，慈禧對嘢食嘅衛生要求已經到咗強迫症嘅地步。佢食嘅燕窩窩頭，必須由專門嘅太監用特製嘅白紗布過濾10幾次，確保入面一粒沙、一條雜質都冇。不過最令德齡感到震撼嘅，唔係呢150道菜嘅排場，而係慈禧太后一啲近乎迷信同瘋狂嘅怪癖。喺紫禁城入面，慈禧有一種好特別嘅寵物，就係烏鴉。喺滿族人嘅傳統觀念入面，烏鴉係神鳥，所以宮廷入面周圍都起咗好多供奉烏鴉嘅神龕，每日都有專人餵豬肉同內臟俾呢啲烏鴉食。有一日，一隻被養到肥肥白白嘅烏鴉，唔知係咪食得太飽，竟然喺慈禧行過花園嘅時候，一頭栽倒喺慈禧嘅腳邊。喺我哋現代人眼中，呢可能只係一隻雀仔生病或者意外跌落嚟，但喺極度迷信嘅慈禧眼中，呢個簡直係大凶之兆。佢當場嚇到臉色發青，覺得呢隻烏鴉係嚟詛咒佢嘅。憤怒同恐懼交織之下，慈禧竟然下令太監要將呢隻冒犯佢嘅神鳥當場炸碎。宮廷入面嘅太監嚇到面都青埋，但又唔敢違抗命令。結果真係喺御花園入面架起咗個大油鑊，將一隻烏鴉活生生啖放入去滾油度炸。呢種行為喺外國長大、接受西方教育嘅德齡眼中，簡直係不可理喻，亦令佢第一次真正體會到呢位大清帝國最高統治者嘅內心，其實充滿咗無知、恐懼同冷酷。德齡作為一個中法混血兒，17歲跟住做外交官嘅阿爸去咗法國巴黎，喺嗰度生活咗4年，接受咗最前衛嘅西方教育，識得講流利嘅法文同英文，對舞蹈、鋼琴都有好深嘅造詣。當佢喺光緒29年，即係佢21歲嗰年，回到中國，並被召入宮中擔任慈禧嘅御前女官兼翻譯時，佢眼中嘅紫禁城簡直就像一個巨大嘅歷史博物館，而慈禧太后就是這個博物館入面最大嘅謎團。慈禧對呢個識得洋文、打扮時髦嘅女官充滿咗好奇，甚至經常拉住德齡問東問西。慈禧會問德齡：巴黎嘅女人係咪真係好似畫入面啖，條腰細到要用鐵絲箍住？外國嘅火車係咪真係跑得比馬仲快？喺呢啲時刻，慈禧表現得好似一個對世界充滿好奇嘅普通老太太，甚至仲會叫德齡教佢幾句簡單嘅英文。但只要一翻轉塊面，涉及到權力同宮廷規矩，佢就會立刻變成嗰個殺人不眨眼嘅老佛爺。喺紫禁城入面，最令人感到扭曲同窒息嘅，莫過於慈禧同光緒皇帝之間嘅關係。光緒皇帝作為一國之君，喺慈禧面前竟然要卑躬屈膝地叫佢做親爸爸。每當光緒去給慈禧請安嘅時候，無論當時有幾多宮女、太監，甚至有德齡呢啲外人在場，光緒都必須按照最嚴格嘅旗人規矩，跪喺地上，用一種極度恭敬，甚至帶有恐懼嘅聲音喊一聲親爸爸吉祥。呢個稱呼聽落去好似好荒謬，明明係伯母兼姨媽，點解要叫爸爸，仲要加個親字？
其實呢背後隱藏住慈禧極度膨脹嘅權力慾同控制慾。慈禧要透過呢個男權社會入面最高嘅男性稱謂，來彰顯自己超越性別、超越皇帝嘅至高無上地位。佢要光緒明白，你雖然係皇帝，但你嘅皇位、你嘅一切，甚至你嘅生命，都係我這個父親賜予你嘅。德齡喺宮入面無數次見證過呢個場景，佢注意到光緒皇帝每次叫出呢三個字嘅時候，眼神入面都閃過一絲深深嘅無奈同屈辱。光緒30出頭，本應係展翅高飛、大刀闊斧改革國家嘅年紀，卻被慈禧死死地壓制喺五指山下，每日只能戴住一副面具，喺這個瘋狂嘅老婦人面前演一出荒誕嘅孝子戲。慈禧對權力嘅瘋狂，同樣體現喺佢對自己容貌同健康嘅變態追求上。德齡進宮嘅時候，慈禧已經係一個接近70歲嘅老人家啦，但喺德齡嘅筆下，慈禧嘅皮膚依然保持得相當好，望落去頂多只有40幾歲。呢種逆生長嘅背後，係無數人嘅痛苦同巨大嘅代價。慈禧為咗保持青春，有一個維持咗幾十年嘅習慣，就係每日都要飲新鮮嘅人奶。宮廷入面有專門嘅機構喺北京城入面四圍搜尋啱啱生完仔、身體健康、奶水充足嘅年輕平民阿媽。呢啲被選中嘅人奶媽會被秘密帶入宮中，每日都有專人檢查佢哋嘅飲食，確保佢哋食嘅嘢唔會有任何異味，從而保證人奶嘅純正。每日清晨，當慈禧醒嚟嘅時候，呢啲人奶媽就會跪喺慈禧嘅床前，將新鮮嘅人奶擠出嚟，供慈禧享用。呢個習慣，慈禧由20幾歲生完同治皇帝之後就開始保持，一直飲到佢73歲執笠嗰一日。除咗飲人奶，慈禧還極度迷信各種中藥美容方，佢每日都要服用珍珠粉、人參、鹿茸等名貴藥材熬製嘅丸藥。佢對自己嗰頭頭髮亦都緊張到極點，每日幫佢梳頭嘅太監李蓮英都要打醒12分精神，因為慈禧下過死命令，如果梳頭嘅時候弄斷咗佢一條頭髮，這個太監就要面臨皮肉之苦，甚至掉腦袋嘅危險。所以李蓮英練就了一手絕活，用特製嘅皮套袖將落髮悄悄藏起嚟，這才保住了自己嘅一條性命。慈禧嘅瘋狂生活唔單止體現喺物質享受上，更體現喺佢對新事物嘅那種既矛盾又荒謬嘅態度上。佢一邊極度排斥西方嘅民主思想同政治制度，覺得洋人係大清最大嘅威脅，但另一邊佢又對西方嘅物質文明、奇技淫巧充滿咗小女人般嘅喜愛。德齡進宮後不久，就發現慈禧嘅臥室入面擺滿咗各種由外國進貢嘅機械、鐘錶、八音盒，仲有精緻嘅法國化妝品同香水。慈禧非常中意法國嘅香水，每次洗完澡都要太監幫佢全身上下噴滿香水，搞到成個寢宮都彌漫住一種濃烈到令人頭暈嘅香味。更搞笑嘅係，慈禧雖然驚火車會破壞大清嘅龍脈，不准起鐵路，但佢自己卻喺中南海入面起了一條專用嘅微型鐵路。火車頭由外國進口，車廂用黃色的綢緞裝，飾得美輪美奐。但因為慈禧覺得火車發出嘅嗚嗚汽笛聲太過嘈吵，又經火車冒出嘅黑煙會破壞宮廷嘅祥和之氣，佢竟然下令不准用蒸汽機車帶動。咁點樣行呢？佢叫幾十個身穿太監服裝嘅兵傭，用粗粗嘅黃色綢繩喺前面拉住火車，喺軌道上慢慢行。一邊拉，太監們仲要一邊喊住號子。慈禧就坐喺車廂入面，一邊食住糕點，一邊欣賞窗外中南海嘅風景，覺得自己體驗到咗全世界最先進嘅現代交通工具。呢種將現代科技閹割成封建玩物嘅瘋狂舉動，正正係當時大清帝國走向滅亡嘅一個縮影。德齡喺宮入面陪伴了慈禧大約2年嘅時間，喺呢2年入面，佢既是慈禧最信任嘅女官之一，亦是一個清醒嘅旁觀者。佢睇到慈禧喺接見外國使節夫人時，表現得幾咁雍容華貴，談吐得體，贏得洋人嘅一致讚賞。但當轉過身面對自己嘅奴才時，又係幾咁殘酷同暴虐。有一次，一個小太監因為喺遞茶嘅時候，不小心將茶杯蓋掉咗喺地上，
發出一聲清脆嘅響聲。當時慈禧正在同德齡開心地傾緊天，聽到聲響後，慈禧嘅面色瞬間由晴轉暴風雨，佢連眼皮都冇抬一下，只是冷冷地講咗一句：拉出去，打死！德齡當場嚇到全身冰冷，佢想開口求情，但身邊嘅老女官死死地拉住佢嘅衫角，用眼神警告佢唔好出聲。幾分鐘後，外面傳來了板子打喺玉上嘅沉悶聲響，以及小太監微弱嘅求饒聲，直到最後聲音完全消失。而此時嘅慈禧已經恢復啦剛才嘅笑容，繼續拉住德齡問起巴黎最新流行嘅裙款式樣。呢種對人命嘅漠視，對權力嘅絕對任性，讓德齡深深地感到，這個表面上繁華似錦嘅紫禁城，其實是一座用無數白骨堆砌起來嘅瘋狂人間地獄。慈禧對金錢同財富嘅執着，亦都去到了一種近乎病態嘅程度。喺佢嘅寢宮儲秀宮後面，有一個秘密嘅庫房，入面放滿了幾十年來各地方官員進貢嘅金銀珠寶、翡翠瑪瑙。德齡曾經有幸陪同慈禧入去過一次，佢形容入面嘅寶物堆積如山，好多珠寶連外包裝都未拆開，就但布滿灰塵地堆喺角落頭。慈禧非常中意翡翠，佢有一套完全由頂級帝王綠翡翠雕刻而成嘅餐具，包括碗、筷子、碟同酒杯。佢每日最中意做嘅事之一，就是喺夜深人靜嘅時候，叫李蓮英拿出一箱箱嘅珠寶，一隻手戴滿5、6個翡翠戒指，喺蠟燭光下仔細地端詳把玩。對於當時正處於內憂外患、各地賠款、民不聊生嘅大清帝國嚟講，呢度嘅每一顆珠寶其實都浸透住老百姓嘅血汗。但慈禧完全不在乎，喺佢眼中，這個國家只是佢個人嘅私產，只要佢自己能夠享受到極致嘅奢華，國家嘅命運、百姓嘅死活又同佢有乜嘢關係呢？隨住時間嘅推移，德齡越來越無法忍受宮廷內這種壓抑、瘋狂而又虛偽嘅生活。光緒31年，即係他23歲嗰年，佢借着阿爸喺上海病重嘅機會，毅然向慈禧提出請假出宮。慈禧雖然多番挽留，但最終還是放行了。離開紫禁城嗰一天，德齡回頭望住那座高高嘅紅牆，心中有一種重獲新生嘅感覺。幾年後，大清帝國喺辛亥革命嘅炮火聲中轟然倒塌，慈禧太后精心維護嘅那個瘋狂腐朽嘅世界，最終被歷史嘅洪流無情地沖刷得無影無蹤。而德齡留在回憶錄入面嘅這些文字，則成為了我們今天窺探那個時代、那個瘋狂統治者私生活最真實嘅一面鏡子。慈禧太后嘅一生用盡了天下的財富，享受了極致嘅權力，但佢留給歷史嘅卻只有炸烏鴉嘅殘忍、150道菜嘅浪費，以及逼迫皇帝叫親爸爸嘅荒誕。這種瘋狂不僅僅係佢個人嘅悲劇，更係那個時代整個民族嘅深重災難。